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也透过我们彼此的分享，跟在门徒生命当中的训练工作，相信神必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光彩。神的话语虽然大有功效，但是我们更需要在人的内心里面不断的去体会，还有去实践，甚至去感触神的话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走出那生命应当有的样式。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同从神的话语当中来领受神丰富的智慧。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那丰富的智慧跟祝福。邀请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开启双眼。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赞美荣耀君王。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赞美荣耀君王。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看网球比赛那特别是那一种在冠军赛的对决里面让我想到一个画面。那在当今一个很有名的两个这个网球明星球星，那当他们在一个冠军赛的比赛当中呢，他们为了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一个救球的动作，那他们在当中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他跌倒了，那他跌倒之后呢，他就无法继续比赛，但是在他当中呢，他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发出哀嚎的声音。那全场的观众都吓到，医护人员也都赶紧的赶快进去。那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网球明星两个都是非常有名的明星，但是这个跌倒的这个网球球员呢，他可能他的人生的职业生活可能因为这一次的跌倒，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大家我相信会期待，假如今天我们遇到我们的对手他跌倒了，那不晓得我们大家的反应跟心理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能会去想说，哇，我应该是冠军，应该是绝对可以得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当时候这个媒体的镜头在拍摄这一个跌倒的这个明星的时候，选手的时候，另外一个对手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反应，他立刻把他的这个球杯马上这个球拍丢下，然后快速的呢跑到这个跌倒的这个对手的旁边，然后呢就把他搀扶，然后并安慰着他。在他脸上，其实他并没有一丝丝的那种很喜悦快乐，他并不是，他脸上是沉重，而且是有担忧的。他单脚跪下，我看到那一幕，我觉得非常感动。那在赛后呢，记者也就问了这个搀扶这个对手的这个明星，他就问球星，他就问他说，对手因为在跌倒的时候让你很轻松得到这个冠军想要问一下你当下的心情如何？那这位冠军的选手呢，他拿起麦克风，他平静的就说，今天没有赢家，网球界呢也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伟大的冠军，而我呢，我失去了一个可敬的对手。我从来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举起奖杯，我只能够祈祷，为他祷告，期待他能够早日康复。我想这个冠军选手他的这一番话，他赢得了所有观众比赛当中的每一个这个奖杯的选手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尊敬。他展现出一个最顶尖的这个运动员的风范。那这个问题也让我思考到，在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否在遇到危机处理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包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心境，到底是表现出什么样子的基督徒风范？我相信这位基督徒的选手，他的反应展现了一个真正运动家的风范。但在今天呢，我们也要一起来看一位在圣经里面一个大卫，这个他所面对的不是球场上的对手，而是一个在战争场上，在战场上面追杀他10几年的这个敌人啊。当这个敌人扫罗王在败亡的时候，就是说他战败的时候，传来的消息大卫他怎么样子的展现出超越了这个运动家应该有的风范。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属灵方面的是一个王者的风范。好，所以今天呢，牧师想要带大家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章，我们一起来看大卫他如何在危机当中把这个权力这个权力交替的时刻，他怎么样去做一个展现出应该有的生命品格。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1章11，我们从第1节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1章1到27节，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2天。第3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俯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答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力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亚玛力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大卫作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弓歌，写在亚萨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的人的女子惊夸。基利坡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丢弃了。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单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各位弟兄姐妹，撒母耳记下第1章是大卫生命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他追赶亚玛力人回来，正要面对新的局势，却收到一个巨大的消息，扫罗王跟约拿单战死。但是按照人性来说，大卫他应该要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个追杀他的人死了。可是呢，多年来这个追杀结束后，这个王位我们知道扫罗王这个王位似乎就怎么样，一定会做一些异动。但是呢，大卫他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庆祝，他反而悲哀禁食，甚至还写哀歌，甚至呢，他还处决这个报信的亚玛力少年人。那为什么？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的反应？今天我们要一起看，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我们看到第1到4节，4节到后半段，你会发现这个报信的人亚玛力人，
他直接证实一个最坏的消息，就是以色列战败了，而且呢，国王扫罗王和王子约拿单都死了。这对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种国家灾难。可是呢，我们看见从第10节后面，这个亚玛利人为了邀功，他开始编故事哦。他说：“我看这个扫罗王快不行了，他求我杀了他，我就帮了他一把。你看，我把他的头上这个王冠还有这个手臂上的手镯都给了大卫哦。他以为大卫会很高兴，看到王权的这个象征会怎么样？的确这个亚玛利这个年轻人真的把这个他所说的应该是真的。可是我们看到在第11节到第16节里面，大卫他撕裂衣服，他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看见11节到12节这之间，他出现了一个很特别。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他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没有一丝丝的欢喜他反而极度的悲伤，甚至把他的衣服撕裂了。所以不止这样，他身边所有的跟随者也跟他一样，他们没有假装，而是真实的为了扫罗、约拿单，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失败而悲哀哭泣着，还禁食一整天。注意，他哀悼的对象，第一个就是扫罗。而我们从14节，大卫他说：“你伸手杀害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怎么不会畏惧呢？”大卫他转过来质问这个报信的这个亚玛利年轻人，他的问题非常关键：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神所膏立的君王你怎么敢伸手杀害他你难道没有一点点敬畏的心吗？大卫他关心的不是扫罗该不该死，而是谁有权柄动手这件事情。他看重的是上帝设立的权柄跟秩序。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是否也像大卫一样，我们是会去跟人家说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我们会去说给人家听呢？还是我们为了教会、为了牧者、为了教会的所有长子团队的每一个人守望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今天的经文17节到27节，我们看见大卫他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大卫他没有立刻去想着要如何接管王位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反而怎么样？还为了扫罗和约拿单写了一首弓歌这个歌的一开始，他就称呼他毕生的对手以色列的荣耀大英雄是在扫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这首歌里面，他完全没有提到扫罗对他的任何恶行只有纪念他的好，为了他的离去而感到悲伤。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段圣经节目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不在于我们看见一个人因为他得罪神，或者是因为他做错事情而得到被报复，或者是得到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得到惩罚，而是当这个我们的仇敌当他倒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否有充足的爱心、怜悯的心，尊重他，还要怜悯他。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个约瑟他被兄弟出卖，小时候被出卖，然后做奴隶，但是后来他却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当他的兄弟在因为饥荒而来到埃及来祈求拜托他的时候，约瑟他不但没有报复，他反而帮助他们，而且还救了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成熟的典范的故事，用慈悲宽恕来回应曾经对待我们不好的敌人，并且视他们为家人。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一样，耶稣在他教导我们人当他受到敌人受到迫害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所有的这些士兵在耻笑他，甚至在钉在他旁边的2个犯人其中一个，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请你的父神来救你啊，救我们啊。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否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的父亲跟我们去到这个夜市吃饭，因为停车问题跟人有一些冲突。我的父亲是一个男士，是一个壮丁，他也就直接的就很生气的准备跟人家吵起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她总是在旁边说道歉，然后互相怜悯，然后但是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错不在我们，错在对方，在那当中是没有办法理解。可是呢，我觉得在那当中，我的母亲她总是告诉我们，她说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原谅人的人有福气，爱的表现是要懂得饶恕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爱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了他，我们赦免他，我们怜悯他，好像表现出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爱不是一种软弱，而是基于对敌人，对于对待我们的不好的人潜在的生命，我们对他的尊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真正属灵的成熟，在敌人，在我们的对我们不好的人，当他倒下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报复的，我们的心里面更需要保持怀着敬重跟怜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2个问题。在今天的教会跟侍奉团队里面，当我们遇到被排挤，当我们遇到被批评，甚至我们时候有些还有被陷害的，当我们有看到有人落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在想什么？我觉得罗马书12章19节到21节说，朋友们，不可为自己复仇，宁可让上帝的愤怒替你伸冤，因为圣经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圣经又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会使他脸红耳赤，羞惭交加。所以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很多基督徒朋友，我们在看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只看1节，你不能看只有19节哦。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是心里面很痛，不知道该怎么做。圣经里面20节他有提到，他先从心态告诉我们，你的仇敌饿了，你给他吃，渴了，你给他喝。这个动作会给他，让他感受到是很丢脸的。为什么当时候这样对待你？告诉你，我们不是为了要看见这一幕而这么做，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是有神的爱的人，我们所做这件事情，其实对方他是更不好意思。你不用因为说你跟他有一个冲突，有一个纠结的地方，你就失去了你原本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应该做的。你本来就要继续做，但你不要因为这样而怎么样受影响了，而不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爱一个人是要真的从头到尾，到我们生命离开这世上的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圣经说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什么是被恶所胜？也就是说，当我们原本是一个有爱心，在做一些对人有爱的行动，可是当我们遇到被人不好的款待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原先在做的好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神也是应当如此。或许在我们侍奉当中会有伤害，但我们也应当要持续的走在神所愿意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继续的来侍奉神，用好的心态、好的心智来培养、来建立一个好的文化的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2个问题，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否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跟弟兄姐妹有一些比较不和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应当欢喜，
还是嘲笑？你看吧，这样的心情，我觉得我们是否也会因此而失去了我们生命应当有的美好见证呢？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节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的人来祷告，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5章44节到45节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当我们遇到人生命当中许多不一样的困难或危机的时候，我们试着思考，像大卫一样，他依然保持着一颗对待他不好的王扫罗王，甚至追杀他，他依然保持着，因为他是上帝所膏立的王。各位弟兄姐妹，神所膏抹的人，都是神要我们要好好学习敬重，甚至要学习要为他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好善待你们的牧者，好好为你们的牧者来祷告，好好善待你们的同工，甚至好好为你们的同工来祷告。恳求神帮助我们，愿意侍奉神，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来侍奉神的人，都是神所膏抹，都是神所设立的好的仆人。求神亲自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教会，让我们在禾场上，我们遇到有爱心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去爱他，尊重他，甚至好好的学习彼此和睦的关系。愿主赐福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大卫他的生命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心胸狭隘，很容易对那些伤害我们、反对我们的人心存苦恼跟不安。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生命的软弱。主，我们求你也将大卫那样的君王般的心胸跟属灵的好品格赏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去尊重权柄，如何用尊荣来代替毁谤，如何用怜悯的心来代替幸灾乐祸。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特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懂得学习，在现在许多对立的世代里面，愿我们成为真正你的门徒，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成为和平的使者，医治的器皿。我们相信有许多人的生命充满许多的忧愁、寡断，甚至不晓得怎么走前面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无论生命遇到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学习谦卑的心，一起来领受神你的真理，透过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生命。向你献上祈求，也愿主你带领保守带领台湾这片土地，在台风已经进到台湾的外围，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许多不安。但我们恳求神将平安的心赐福在我们台湾无论是认识你还有不认识你的人身上，求你都大大的来守护带领保守台湾这片土地的人民。献上感谢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